身。万岁！王姑娘说的坏的事情，安民报过来了大功，今次百事外诏，朝廷给赏他后吧，给封他什么官呢？7万岁，是他冒冒虐待，欲求其功。启奏万岁，以臣之见，可封为进士提督元帅，统领御林军，保护圣家。哎呀，话语，古人说同王华作业，请帮提名时，王府元帅来公用贵，理当赐婚成亲。赐婚成亲？哎呀，妙啊！真是赐婚成亲，可要一个女子才好哦。千岁万岁，有国上的小女儿，万岁的小姨子，侍女小弟，生的是花侍女，正好许配那王府元帅，这岂不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？哦，7万岁，小女侍女年方16，太是贵重，蒙梁大人敬地为美，恳请万岁责旨。好啊！有了你的女儿，这赐婚成亲，不就万事俱备了吗？万事俱备，这好望且东风啊！立得下王府元帅殿外儿子，太师，你可是东风不是来了吗？来，在宣战将与王府元帅上殿领旨。向你敬友，元帅王府少华上殿见驾。立得下王府元帅上殿见驾，呈领旨。王主少华即将吾王万岁，二位爱卿必身称颂，谢寿。王府元帅，在你当了圣上立了大功，今日百事外诏，朕赐你御酒庆功。谢万岁，有了朕相陪朕霸占，朕子霸占。多谢万岁一举，朕在此你忙不虐待。这元帅，
你写真欲救，怎么不写真忙报虐待呀？万岁，臣不要忙报虐待。那你要什么？这样使臣一道诏书。什么诏书？要他何用呢？用他召许为重臣，请家大小不怕之。哟，元帅，这是这么一回事哦。万岁呀！在你前来买实情，爱兵啊将，忙是女儿奉旨挂帅护沙场，累积起功土地正，立传立身对子昂，不因一人中的计，生儿从上，谁马配人到反方。恐那行人寻旁侧背，我高忙塞，四通天人照头像，从此忙家早起远，他女儿天涯茫茫走他乡。如今看你只身真相明，这次他真正不义，为我不去三年全去才郎。七月去，正是那忙慌的在家生那忙子女今在何方呢？那忙子女虽为贵之功，尚有3年老幼遍体鳞伤，不因途中遇损其病，故而不能随君同意。原来是此啊！丞相。此举万幸，不大后命令召集真子元帅，忠贞之愿理当召集元帅功不可不上，朕奏此你忙报若大谢万岁。朕我要加封你为提督元帅之责。万岁，臣不要封官。那又为什么？臣为将功折才。元帅，你何在之有哦？岂止万岁，那莽氏女虽为行体，却是生病之将。他问召之后，将民生请才，故而臣为将计之功，折他之才。丞相，此理可言吗？万岁。几十载，疆场上一朝生孙与元贵，元帅他愿以少年之功尽张载，岂知高尚换钦佩。我要加封你口中小王，谢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万岁！封国归封国，这是梁大人尽力为美，已将女儿终身许配王仆元帅，这怎么又出来一个无赖？王仆元帅，万岁赐婚成亲，这真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，我们快快谢恩呐！哎呀，两位大人，小奴子愿与莽家立军小计，定于皇爷，万万不能另聘他人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
金堂天花满苍城，太师此夜差矣。孟丽君当时太成女，怎能有坏谁情似婚？孟家乱有李当平，这坏人之女通可人。纵存不是太成女，才街道就有他才名。哼，越界道分明无才，不服王法，分明有才，无才，有才，有才。还请不用争吵，这有在无在吗？万幸丞相之教。万岁，这文社从前有个空门弟子，名唤郑生。他父母每次举棒当堂，他是小棒当用，大棒当讨贼。他父母问他这是为何，郑生答道：小棒当不为遇伤，大棒当可知要亡。这将儿当时，岂必要加重父母的过错呀？此次他父母这也不是他帮了。万岁，真生之言，太次即备，举一反三，那冤也谁言？好比是他帮当之，孟玉君少不逃走，岂必要加重朝廷的过错之过？小子事情，他帮可罪，忠诚之君冤狱可逃。此乃先辈圣人之意训也。哎呀，万岁！丞相不愧伯爷斗才，经他身不冷静，怎么也比呀？怎么样呢？那马玉君不但逃得不得，而且逃得好，逃得好！此次之来，那马玉君冤有劫道，确实不才了，确实不才，不才！好，不才呀！谢万岁！哎呀，万岁！孟丽君有罪无罪，残酷的，真想他寸步冷静，竟被逃。我女儿同在一起往婆家，王爱才曾爹真的听的话。孟丽君有罪无罪，一命断，我与他早就死路远难见，早忘辞了孟丽君，有一天去为何娶她？这门亲一夜一马家，死不得，这定尽到有吕家，吕家。而今休要闹啥，是今是两个女子都在家，这有趣的婚事，万岁！真罢了。这一万幸丞相丞相，你这个旨意可要踩到天书上面呀！丞相，你这个旨意可要踩在金哪里哟？丞相，你这个旨意可关系到我女儿的终身大事。是，你这个主意可关系到门生的终身大事啊！丞相，你这个旨意可要拿得好啊！这个旨意，丞相不是不好拿呀。丞相，让我再仔细地想一想吧。啊！
望他病中神位，我曾鸟是未曾救过他。八十西风太后应寿诞，乘良机头上万须接住他。万岁！一臣仔细想来，王婆元帅与孟家的婚约在先，是以孟丽君万岁理当赐婚王婆元帅与孟丽君成亲。要是没有孟丽君要是没有孟丽君嘛，万岁理当赐婚王婆元帅与国丈的女儿侍女小姐成亲哟。丞相这一公平，元帅不用多辩了。丞相，这是孟丽君到底在哪里？是啊，这孟丽君到底还在不在？嘿嘿，天知道。万岁，臣们去关寻找孟丽君，哪怕这边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她找到。那要是孟丽君一年不见，找她一年；10年不见，找她10年；1辈子不见，我就找她1辈子。真是有情有义，真是岂有此理！两位大人不用争吵。万岁，一臣快来，孟丽君不用去找，不用去找。万岁只要统领国府罪员，张贴王榜，上面孟丽君见到之日，命他对岸自首也就是了啊！哎，要是孟丽君不来对岸自首，难道我女儿等她1辈子不成吗？这太过寒气嘛！那寒期多久呢？寒期1月，太短了。寒期1年，哎呀，太长了， 2个月，再太长了，哎呀，3个月，万岁，太长了。万岁，一臣快来，寒期至少在8日之上。好，有朕作之，寒期100天。退朝。元帅尽可放心，王榜一出，天下皆知。孟丽君去于不分，何况元帅对他是此多情多义，他岂不想与元帅造起花烛之礼呀？哎，我是怕他只身前逃，举目无亲，徒日日夜忧心日晚。他会不会早已不在？这事上了。父母自愿必死，乱逢自愿必走，他不为死去。莫非你？死于消息叮当奉告，元帅等待驾迎。来送信，
月的80前期县令，这3天之长，怎样图？元帅之地是何真？这真是一不批评也不胜，用来担心。你今临身是我去见你。是了，带我去比丞相知道。瓦匠啊，瓦匠，李靖啊，李靖，究竟是你向那李丞相，还是那李丞相向你啊？哎呀，你呀你呀，你真把我捉弄得好苦也。为什么你太常用多想法？他日本是画中人，为什么至今不肯落红妆？曾想他对我话中有冤枉，祝福我后家人一理顺畅。今日托病请丞相，我定要出一官十块银啊！
孩儿拜见弟弟母亲。罢了。孩儿啊，书信已经送出，丞相说即刻随到。即刻就到，这就好，这就好了。儿啦，你纵使丞相就是盲女君，可为父我还是不行啊！弟弟为何不行？想那盲女君乃是贵族少女，怎能为立三公官居丞相，治国理民，井井有条？哎，弟弟，有条也好，无条也好。以孩儿看来，那盲女君十有八九就是李丞相，那李丞相十有八九就是盲女君。不行，不行啊！弟弟母亲，这是盲女君的自画像。像啊，这画像和我看过病的丞相真是一模一样。稍事丞相一到，我就拿着画像到他的面前，仔细的审查一审。哎呀，夫人，这怎么是的？哎呀，老爷，那你倒是说这画像和丞相到底像是不像？容貌恰是相像，只是天下容貌相似者甚多，更何况……哎，老爷，你丞相3年同朝，还分不清是男是女，我看你呀，真是个老糊涂。哎，夫人，我可不能像你这样莽撞。我说你糊涂，我说你莽撞。哎呀，你母亲不用争了。这是丞相一到，便知方向啊，弟弟。母亲，丞相到，他公真的来了。哎，是吗？哎，夫人。莫非是这庭中还有病，还需三千遍，多留神。去报无恙。
屏风上的丝袜们确实是精致的很呐、说不定我是忠孝王亲手所写、亲手所画的呢。这画中的丝袜确实是非要一番心思的呀。是，我们谁在这里等儿忠孝王？丞相驾到，老夫于是愿意施礼施礼。哪里，老元松，不知忠孝王的病体怎样了？小儿他突然病倒了。哎呀，儿啦！儿啦！啊，延期来了啊！首先快坐下。大人来了啊！与老丞相都为我儿困病万分关键，区养老何处挂齿？儿啦，快请丞相问马，为父我要到儿道，亲自为丞相陪饮。老元松不用客气了，应该轻松。忠孝王送水过来，我来替你挨嘛。哎呦！是大人，我生的乃是什么病啊？你呀，生的是急性病，恐怕是官府太旺了吧？恐怕是营养失调吧？这病不要紧，数日之后迎奉太儿寿诞，神翁喜事精神爽，太儿寿诞一个，包括延期，心旷神怡呀！你叫我用的什么药啊？加上用暖普洱茶。此药非地狱不能采，非死不能用哦。将心速起，相识讲课。是大人，这支也想可以不用了吧？用法快去当桥伺候。是。是大人，我生的乃是死病十月属实，夜月属忙死亡病啊！我的病乃是为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你的病乃是为他而起的呀！是大人，这是莽雷军的紫瓦像。这是莽丽君的一幅丝袜像。那我倒要仔细的看上一看呐。是大人，请看。画得好是画得好画得像，是画得像啊！我说是画得十分好我说是画得十分，像啊！他有一张桌不一样，我也心在把心话讲。是
要娶到这样一位是花是女的小姐呀，真是福分不浅哦。我哪里来的什么福分哦？可惜是王邦天策善于多，未见他头露真相。恩师啊，你应尽做我后家人，真乃是花兵怎能冲机场？言起呀，好风来是捧彩帐，青云玉露总能上。你与他与今生总能成眷属。你不须叫草不用慌，是今日好风一领同不长，只怕他做了高官把去金房。我为他戎马空匆长挂念，我为他话不离身3年长。一片真心为天亮，他无动于衷为哪他那里丝丝句句说衷情，我这里方方层层去为账，他今切切为我思念上，他很深深愿我求今晚，他衰累累女中带刺我苦我痴爱，我万千苦中他千常言道，水滴落石难测，我心中有话真明讲，生死半句是盘中，一代以后要为父郎，皆因为此我真下堂。真乃杀人的事儿多体谅。孟丽君啊，孟丽君，你我情在此场，却为何当作马路一样啊？你呀，后果没有半去阿婆，你的心思还不过我。平日为反欺君贼，但心贼杀身后。3年来，你凭话来系家园，是出云，万不得已你才运筹。更何况你我两家功劳大，何罪万岁到娘住？他日果真将你在同淮南，我不是赴汤与讨后。李君啊，倘若是万岁失婚刘家女，你叫我是何去对付？
韩剧起将门，起莫有意再操动。你若再把事情我，你不申诉我申诉，你若再不负亲人，我定当你我情挂你们了与他举步清澈明事情，想必他你的心中早知晓。你看他柔美淡少只为长，想必他心中定有好主张。我说破这句明心句，他自己画中行。孟丽君啊，孟丽君，你的心实在是太狠了啊！你这是错怪他了。是哪生？你怎么知道我是错怪他了呢？言气。修行女子与子相，言起你暗中是山来他怎么样啊？他定为今生是黑来。李俊，我的妻呀！哎呀，我的！老年说，周见王神，自古辛苦去节操永扬，这次告辞。李俊，李俊，李俊！嫂啊，嫂啊，嫂啊，母亲，都是你呀，你老呀！
那个因此也不去，不让你何劳担心啊？你可知曾相信这唐朝？其实你又要结为孟子女，这不吉利的事情其中来。姻缘鼓上去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戏说人生，曲演天下。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万岁子两班文武与本出罪，无本退朝。朕有本去罪，此婚忠孝王之事，按照朝议，今日不得期末，我万岁圣裁。哦。今日不是按期已满2日，哎呀，朕倒是忘记了。是啊，今日不是期已满，不禁忙里就起来，望万岁赐婚，小女与忠孝王结成婚。好，那朕做主。慢嘞，七岁万岁，以臣之间，今日忙家先于婚呀，此今忠孝
王一回万里军不去，孟子女儿又不在道，望万岁能放宽检。什么？那倒要请问老太师，君可不可实行于此？不可，不可以实行于此？也不可。走啊！既是此，就请老太师奏明圣上，我女儿与忠孝王结着人情，我看这案件不能放宽，我看可以做紧放宽，不能可以，不能哼，二君怎么又吵起来了？丞相，你看此事是何处置呢？这是么？30字，长衣设计谁一模？宽色光，安居是丞相的中。既要量多长这心，以及更新年里君少王，请你从报社上能来心态，一刻更应该从容，却令我来上不交长，这不定心慌于流变，在顷刻中。丞相，这8日之内长且没有变化，这顷刻之间岂能有变吗？是啊，我看这一不天，恐怕那个王立军也来不了。万岁，事情不仅忙里中结来访，万岁赐婚，小女与忠孝王结着人情，来接我滚！好，那再万岁。愿君生生才是婚，明年却在群卡中。宁愿与李军同生死，也不愿见人子女结乱人。莫怪我鲁莽太生疏，正因我心中只有你王立。万岁，那孟丽君早就来了，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呀？他在这里。这啥事？原来是有女人的图啊！哎呀，真是妙啊！好一个亭亭玉立花中人，又是那九天仙子下凡尘。弯弯峨眉月三清，盈盈红衣秋水明。一台轿上千般水，公子茶药暗中情。我老公分台多多少，几层间是这般情过情深。哎呀，忠孝王啊，真不相信世上竟有这样的美人啦！万岁，这是孟丽君对镜之妙的紫瓦下。哦，此处是来，那孟丽君不但是位美人儿，而且是位才女了。真是。哎呀，忠孝王啊，这娃是娃，神是神，有娃无神，总不能叫娃这样与你争亲喽。万岁，倘若
有孟丽君才你，只有孟丽君在，寡人不至于你扯混成才谢万岁。万岁，按图说起，那孟丽君远在天边，情在眼前。情在眼前，此事此地。钟小王啊，我说你的品行到底是好了，我的命早就好了。你来看呐，这满朝文武都是男子，而孟丽君她是个女子，你瞧是她近在眼前，这不是痴人什梦是什么好？万岁，满朝大臣衣冠丈硕，确实男子，可是其中有一位大臣因家国之罪不得女扮乱葬。你在中间啊，有一位大臣女扮乱葬。有这种事？那朕倒要一一审视了。画中窈窕，红姑飞是天机来，好说美丽来分享，唐人我是茶饮品，孤王不罢，谁？这华州城相像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用马想想世上多，男女有别不能。一定是总想往情世深黄昏，相遇不相乱猜梦。对呀，昼夜在这女扮男装，就不及时，就不及时。万岁，你方面已经看成。哎呀，万岁！我朝中虽有大臣女扮乱葬，人国法英烈在不少。可也想必有其人，也不有其事呢。这万岁，只要你肯杀他无罪，马丽君便为他下诏了，还他红章，我们夫妻也可以当时团聚。王万岁，王万岁，你在王府马下忠心报国，你就承接我们吧。你还要吃成什么？你太放肆了！你莽莽上上，颠颠倒倒，难道不是他讲理？万岁，念我言起与病处与刻骨铭心，用他知错而改，悔过自新啊！
丞相说的甚是。好，少你起来。从今以后，谁要再跟胡言乱语，不是大臣，定斩不少。万里军是谁头？万岁，那孟丽君不是来了吗？丞相，此人是真孟丽君，还是假孟丽君呀？不见其人，怎能辨别真假？丞相高见呐！来，带请来孟丽君上殿。是，万岁旨孟丽君上殿。孟丽君上殿，领旨。孟丽君见驾万岁！你抬起头来，丞相，你去问呐，怎子？你这小女子家住哪里？姓甚名谁？一一的讲来。丞相。小王，这个小女子为的可得呀。那你立个仔细的去审她一审呐。哎呀，不用审。哎呀，你为何不审嘞？看这是真的，不许我是真；看这是假的，偏要我审。
他是真吗？哦，丞相啊！周孝王杀这女子之家，恐怕其中确实有诈。还是得老夫来问问他吧。国丈要问，那就请问吧。你这小女子，过来！这话是你带进寺庙的吗？刚才不是与丞相讲过了吗？既是你带进寺庙，为什么与你一点都不像呢？这是3年前画的，难道一个人的容貌就不会变了吗？变也变不得这样快。哎呀，大人，我看你的容貌也在变啊！喏，你不拿他无知，胡言乱语。万岁！我看这小女子许画像相差千里，定是枉骗假冒。我看这小女子啊，为了丞相所问，真事事有据，句句有凭啊！千岁万岁！用人中道，忙是远必有用贵，现在无门外后之。忙中道来得真好呢，来。玄宗到莽氏院上殿，是万岁至莽氏院上殿，莽氏院上殿，臣领儿子。院长谢。为国国云山见驾吾王万岁，爱卿平身谢万岁。臣来身主圣明，昭谢远却，正正官府原则，待垂列功，垂命之余，望空安分。众多忠心耿耿，威武不屈，今日勇归朝夕，家人中结，君臣重围，可亲可厚啊！托万岁之洪福，忙中道，快来接过李丞相。李子忙中道，李丞相。弟弟，你这小女子，你是谁呀？弟弟，我是你女儿李君呀。是李君？哦。你孩不对，不对呀！你曾出城了吧？哎呀，弟弟，3年不见，你连亲生女儿面对面都生不清了。哎呀哟，你女儿已是个大人了，只怕面对面都生不成。哎呀，妍希，怎么你也是他是我的女儿李君啊？忙中道。万岁！这小女子是称骂李君，现在对恩是谁？说实话，句句有凭。这阿中道，你快快上线审个清审呐！这个忙中道李丞相，
实他是真也难相信。常言道，子子莫杀父，女儿的心思不知情。家传真，做家万事家做真，其中多习惯用貌，习变人啊。听丞相言，言外是意，观丞相貌。也许他指指点点有阴计，哦，万岁，万岁，他深深猜我真情深。看起来今日今日的寻找生女儿，还需要32亿。下雨，原来是用来。莽总督，难道谁是你的女儿？你都生不出来了吗？他曾用丞相分明是我亲生。不能，你能断定她不是你的女儿哦，也不能啊！万岁，老臣体弱多病，年老眼花，实在是看不清哦。万岁，既真假难辨，但为朕将这小女子代为相夫，仔细再审。好，此事就办爱卿从圣旨。阿爷万岁！走。公公，你是万岁找我供你朝政，
为何不到吉业殿，不到吉林宫，且把我带到这里来了？这前面不是上林园吗？是啊，万岁正是在上林园等候丞相。哦，公公，想着上林园那是内宫禁地，是万岁与娘娘御写之所，下官是我去的呀，去的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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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鄙人不知万岁驾到，鄙人恭请审判。免了。今日朕得要丞相同人上令，非取其万文作礼，既不用恭请审问，也不用三呼万岁哟。多谢万岁。有朕这之情，不必拘泥。是，来，有朕为龙草红颜，朕与卿同错见我领子。且慢。万岁，像是龙错红颜，那是万岁与娘娘在那并说，鄙人怎可与万岁同说？有朕这之情，谈说不妨。这可万使不得。这次那就陪马。是，陪马。丞相。丞相请啊，万岁请。丞相，哈哈哈哈哈！君臣上马。
永是两啊苦心，这是今日有上林，君臣同乐应情心。知情文才是人也东流，真要你结心应是谁不语？请万岁赐教。好。花开万朵要慎用，流水去心要松。金色上林春色好，神年桃花相映红。花开花落园中景，云去迎来林上风。园中红叶去飘零，林上青松。色灯浓呀，怡情在瓦锅山中，须见时时之久居从。我咋能有此也来从听是官方听歌好自动，曾是自带乘风发乐事。怎香啊？怎香？你可见面去春雷撒娇，令我骑马过桥哦。上桥去，西关迎上燕子用，怎相亲啊？情啊！怎相亲啊？情啊！怎相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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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讨你当当乱子，比例勇闯，为什么匹配交水不进风？只因我只想躲避长骄阳，从小在父母宠爱中，官说乔子不骑马，因此我上桥先把马缰松。既是此，命我下马而迎哦。多谢万岁。
地城在树听不懂，水里终于上朝迎，只见龙来不见风，今日报来上元京，贤子宽待神从，是今是红日西沉月东斜，必在我各自比了贤子君，各如帮明日办理，此刻莫少寡人之心哟。万岁！正义吩咐，少日远驻各处掌灯，你我君臣同往天香观，同饮一粥伺候啊！哦，万岁！哎，今日再要是下去，可真要受凄厉啊！是，来有远走掌灯，拜驾天香观。是远中长灯，拜驾天香观。李清随我来呀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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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李清，你来看呐，这天下观每单人开，千姿百美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可他们见了你，怎么也都把头低下了呢？人称牡丹花中王，拥有瓦贵官穷房，这引起花通灵性，故而他低手相东，曹君王。这非也非也，他花旗人间一香浓，你神君貌美也无双，只因你情有闭月羞花貌，故而他见你不管把头昂，
万岁玉来取下了，朕想亲手呢。哦，万岁，微臣怎可与万岁同手？是啊，这个所谓平生的皇妃娘娘所受啊！唉，可惜她不配呀、她既无比尔绥花之貌，又精心守口之才，她应该把这个所谓娘出来，让与你丞相哦。万岁玉来取下了，有朕所知，请探手不妨。此次微臣虽高手了。内侍，来，朕就来。是。为亲在高毛妹干一杯，请请。请。李清，李清。十千朝中风不起，皆因你爱情是毛啊配君，怪不得黄土原山要戏弄你，就是故爱你在毛也动心。愿与情，今世上华，长居生。愿与情，守古人今更清醒。愿与情，同葬结婚。射箭朝中风波起，自信云过天将行。明月中泉千百句，我是富贵。
万岁，必定说与拒罪，据此告退。既然真相就在，那就请到那边安谁？这可万万使不得！岂不闻600代孔明，他们是同子而生，同他而亲的呀！你我今日后不要呀，顾臣。是的，万岁，娘娘已驾临天下过。寡人立正选奏，他来做什么？关上大门，一进大门，关上二门。是哦，万岁，娘娘到此地正在此多余不便，据此告退。丞相，娘娘立正选奏，他是不争来的，他就是来了，也只有娘丞相那丞相娘他的你。哎呀，万岁，请到那边暂避。万岁圣恩，子通，你到此何事啊？闻得万岁在此赏花，臣妾他来共陪。朕不用你陪，臣妾不管不陪。朕要你为公，臣妾还不想为公。李君元见驾，娘娘千岁。一生丞相虽不到位，不去吧。多谢娘娘。寡人万一不是列臣了礼。丞相，启罪万岁，丞相府永不来报，丞相府得罪受苦。娘娘，为夫去吧。多谢娘娘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戏说人生，曲演天下。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古今雅俗无高下，丝弦云帆好动听。南腔妩媚山水醉，北调铿锵刀枪鸣。
表天下事，感悟人间情。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这里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。等儿多事啦！哎呀，我的老姑姑啊，我也正要找你呀。这千万岁的经典宽度，那里等相聚？忙里去啊！你早就知道啦！哎呀，我的老姑姑啊，你这次错失之事，你可知错犯哦？错犯？昨晚我有什么事啊？哎，昨夜晚万岁兔子把门担上，要丞相远近奉亲说天下。哎呀，怎么就知道了嘛？呀，是啊。托人吉祥福报守护，这一场大雾啊，在为残阳。这一场雾射得急，射得好啊！啥不是相夫在长谷，来报朝廷要请他户。丞相他是血性女子，李是虎，忠孝王是刚毅笃敬一团糊。他两家早已结丝路，岂肯让自己的媳妇被成功？更何况兵权都在他不自手，倘与儿媳别起哄，你要当机立断穿西裤，纵然是君得人心为银虎，此后本从他更长情，他人国法里
不知岂肯关心啊？我也知他病倦在屋壁儿西，因此下茶不想你。更何况历年关谷刚平息，再同来朝廷也经不起，这是皇儿一向诚心怪，这两件自己还需太师我的兄长来欣赏你。启禀太儿，李丞相举荐。家圣公朝中大臣，自老太师外赴朝不得觐见，他也遭求见。一听是哦，太后，一臣之间，你我趁此先团一团他的口气，然后再做逃离。宣李丞相觐见。是。太儿谕旨，李丞相觐见。臣领旨。李靖有恭请太儿审案，免礼。谢太儿。老太师安好。丞相好，此从谢受。丞相也遭求见，莫非有什么紧要之事啊？太儿，此为朕冒昧举荐内恭敬，本为太儿可抗议。今年家饭重定，蒙丞相亲自堂呀做调定，多少年苗水未曾杀边疆，从此我把平小子常记心。太儿康健百年丰，愿今年里表诚心。本太儿为知国太与民安，晨昏常把寺庙进，今日我特地先受礼，先依着我亲手描绘的观世音，愿太儿肉体都康健，帮太儿万岁福将长爱你。既成令哀家在京观世音，难得你天天实为非苦心。丞相啊，你是安邦平国的故功臣，何来这温良贤淑的谨守心？必曾在所少衙门，要离太监14里身，连朝纲都有10件事。当太儿官司真
发出清澈此言为何因？是啊，丞相，听你之言，莫非为了出言受惊之事吗？受惊啊，老太师指的是丞相。听这是昨晚相夫生情深，问丞相这府中苦如今，此乃是马王师傅家生多生，好在见他受病的。此时来原来是一张虚惊哦。啊，是一张虚惊，是一张虚惊。丞相，这一场虚惊莫相关，辛辛苦花苦了缘，亲朋意外莫疏于，护主小心保平安。常言道，君子旁为玉璧帅，望丞相，你要切张小米的亲姑娘呀！今日之夜，我领家关县太师来中岗，似乎是一直为人岂可在下官心中已明了，这是相夫似乎是玩笑，以老太师把心肠，这是公定有神，这情天娃呀，岂能当？过生生，坐山当千金子，更何况万岁头天子降。王太师自是多精神，我是那身上头受经伤。我岂能为小可识大道？丞相啊，难得你精心收看审安规，旁乎今有老太师做哀家，内外精神明察秋毫，明察秋毫。太后明察秋毫，此乃万民之福。太后千岁，千岁。还有何言相告？臣这里曾经再上一道，专程太后，请太后审断。使臣先请告退，免谢太后。
太师，快快与我出妖言来。是。陈应通父母院华夏北府，原来龙昂外生命路太子通信之身，你问殿言。先生哟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有问身上举业实际若可，臣得不管自保之气，不顾身为女子。不过身为女子，从这为个头部之徒，也只为七夕院为国写词。好一道曾经的这儿长，更难得他3年为官，兵器越界，忠孝两全呐。此次说来，倒也是为难他了。请头记此事嘛，为了社稷，为了皇儿的江山，这是只有神仙太岁才是上策。这是万岁是有人心，能否顾及他就长命可知？国堂他们是必也不肯转马过许呐。那以你之见呢？以臣之见，只有请万岁亲自为证，才能服从。好，亲自为圣，万岁参穷。头一名不对。哎呀，我的老姑姑啊，你也不会懂了，原老哦。请。国长你来得早啊！梁大人你也来得不晚哟。你看，他们不是比我们来得还要早吗？是啊，今天与君为生，想这样难得看你好戏，可少不了你是个资格。是啊，一个不男不女的丞相，就算在金殿之上讨得如命，哪找哪来艰苦嘞？是啊，国长，他们那里这样？我们这里这样啊！国长，请。万岁圣恩，万岁圣恩。万岁，给圣恩啦！万岁，给圣恩啦！来，有带请外忙里君上殿。是，万岁旨请外忙里君上殿。请外忙里君上殿。忙里君3年教长为丞相，今日里他下金堂外红帐。马丽君见驾勿忘万岁，你抬起头来。接力起，自用一心言自头，八辈不美不生死。
他朝云挂神医，何苦今朝结下仇？花开常在花枝头，江州是何能踏雪？万岁！生啊生啊问啊问啊！马丽君，寡人一向事业国公，举义之栋梁，不想你今日女扮男装，欺瞒君王，你真是辜负了寡人对你的一片器重之心啊！嘘，嘘，教尉们，将马丽君暂且压下，且慢。万岁，今日该是御前为生。是啊，既是御前为生，为何一不生二不分呢？这不生不分，这案是我破，又是何断呢？那一丞相之间呢？此事请太师国场一同审啊！不，下跪负责。忙立君，一介作证。忙立君，轻一点。他但前来拜了密体大贼，竟是御敌为生，怪不由我从这招来。国堂，你叫外人从这招来，外人家你可肚子是娃呀？人杰喏，你们下跪负责。他打忙立君，你又问从接受人，他有的是忙立君，这不多得得了吗？那倒要请问老太师，这招为官3年之久的李君玉，他有责任啊？你问我啊？问你呀，我是忙立君啊，你应该问他。忙立君。外人自己招供，他用的是假名假姓。再问你究竟是男还是女？啥是男？何老你大声比精神。国堂，你这样的问法，只多此一句。忙立君。你到底是去造成了？你不是，我不是周谁神了吗？国堂，你问的都是废话。哼，忙立君，女扮男装配子词，话莫来是我自是人。万岁！我已经一心申请，忙立君女扮男装混淆阴阳，用李君玉的假名假姓做了真相，有欺君之罪，应立即帮扶法上再受死。说，国堂，你问我了？问我了，可是我一句都没有问你，要问的我都问了，不该问的你都问了，该问的你倒一句都没有问，你问。马立君，方才你说花木兰是你的指使人，这是何意？你要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快讲啊！老太师，花木兰，女扮男装赴边关，忙立君。
李军为无缘返，莫来回顾开阔，李军姐夫并外还，莫来今把在。李军心不飞度，为生面度叹，杨氏家与艰苦与难，当生婆娘到你代，为什么莫兰之女之名度？李军与家不能返，为什么当年莫兰受出训，今日李军曾受办？万岁！生命因公断，因上八股结骨必尽，军翻山。哎呀，万岁！马玉军所以倒是情欲可原按经理倒也说得过去。万岁！一分冷芒，你就有其中之罪，应了这份赞。国长，我还没有问完，你急什么？哼！马玉军，你既然月月见到，为吾早些，是今你吾早些用归，你为何不来投案自首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有言生平。老太师，我弟弟忙事愿出丹中心，大逆凌爽，可谓云暖心无旁者，该接朝中他臣。不告我弟弟美国举勇，将我家满门抄斩，此今安吉一命，云南相文说万港道，请万岁过目。也有你的份呐！果然不成我所料。万岁，是老人年迈糊涂，上了旁子之道，望万岁是老人粗心大意了。哎呀，真是！万岁，国上粗心大意，此事用以后发落。今天我是县官忙里军案，忙里军，休到你能言所辩，这女扮乱造有欺君之罪，哎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我也是粗心大意呀！你也是粗心大意呀！哈哈哈哈！我万岁，国堂粗心大意，含钱不能。马玉军粗心大意，到今已可原我。那太师之前呢？一臣之见，马玉军财政善业，忠心耿耿，劳苦功高，是今公正生态，应予实际表彰。哎，老太师，马玉军女扮男造，扰乱朝纲，实不严正。将你的朝廷上有人相帮，这男不像男，女不像女，成我体统。哼！马玉军的智慧不早些为国惜耻，宽称众人小女，理当奖奖。哼！无私法规，欺君何从？理当文斩奖奖，文斩奖奖奖奖！他是要嘉奖，他倒当战士，殿上有大臣，后宫与母后，搬从了母后不义争联系，判清了真的所愿后一处。万岁！方才御节为生，一时要伤，一时又要争，谁都各有其理算，都言公其实。此事马去挂上来，作为公正裁决。马立军，
你女扮男装欺瞒君王，本该问斩。正言你3年则生2万2来愚公，侮辱君王有德，将公时代中换发了个群真相之者，变为宫女。谁的王公子乃侍奉太后终身。将卫们，将马立军押进内宫。帮忙李军恳求上殿见驾，7岁万岁！莽日月王普京为帮忙李军恳求上殿见驾。皇上旨意已定，这个位置上殿，定与那莽李军一起问谁下去。是。王府少王为帮忙李军上殿见驾。宋小王竟个位置上殿，犯了，来呀！有。等朕转话下去，这个冒失上殿定斩不少。是。太后驾到。母儿。谢父太后千岁，必生谢。刘琦，太后，关于莽家冤狱之事，你要好好的反省。下去。列位大臣，请惭退。皇儿，母后。劝王儿修人心，莫为傲。女子要容他此细思考，啥不是黄埔莽家混马求着国泰民安风雨调，皇儿啦吕高要靠根基牢，故岂能够求插桥？君子帅，臣是谁？乾坤又是水上行水百里遥，乘风顺水好家走，逆风逆水途难逃，更何况这罪之谁能犯罪？有道是天高不算高，诚心提高，皇儿啦，天子才能从阴傲，尽守江山百年好。今日是赏罚宽年非儿戏，这离别得失轻重为你要细睇瞧啊！不要这个那个了，你才就忙里军进攻不是哀家此内王儿的一片小道之心，这是为娘有比你更好的执掌。什么执掌？
为娘生了一个聪明能干、才貌双全的女儿，还替她献了一个英勇为武、多情多义的驸马。王儿，谁几位从江山回答？今日此事嘛，就由为娘替做主吧。哎呀，真是！来，宣公子驸马今天还婚。是，古月之命，交拜天庭。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中央电视台戏。